伫即个主席礼拜中间对你的安享，祝愿得到你满满的祝福。愿主的荣光献上全地，也愿咱今仔日的礼拜所献上的一切，主愿将一切的荣光拢归于你。愿咱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新年快乐！哎，今日真欢喜哦，会当一透早过来，sorry， 过来做伙来锻炼信息啊，咱来献开啊信息211首，唔知这条大家敢熟？很熟嘛？敢有熟？啊，有是吼，结果是来锻炼我的台语，是哈。啊，我刚刚甩了，还没动。熟好，那熟的话啊，咱来看嘛，看这个圣诗的左上角，一共我爱唱个 Happy Day， 好 Happy， 因为我们之前唱的副歌都会变成糖欢喜糖欢喜，咱爱真正是。啊，今仔日是拍开心门，吼，拍对心底来调敬主的面，吼，爱有一个通欢喜的心，吼，咱做伙来唱第一集。啊，我们要快一点哦。上帝是你，暗时是你，伊阮属乎天下万民。一日心度，共进来受，稳定好气，充满心事，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甲心度相记，只愿上帝慈悲怜悯，互我祈求，以阮做志，通欢喜，通欢喜，世主安乐。好，那今嘛唱副歌就好啊。我们副歌加快一点点。我们的副歌，那种贪欢喜的心情。1、2、3，贪欢喜，贪欢喜，今日通甲心度相记，只愿上帝慈悲怜悯，互我祈求，以阮做志。通欢喜，通欢喜，世主安乐，无通相比。够一摆，再快一点点，好，快，再快一点点。我们要让今天的氛围不太一样。大家看左上角是 Happy Day，Happy Day，OK， 来，再一次哦。我们唱到副歌的时候，我们就通欢喜，好，拍对心底欢喜，来，不是嘴唇的欢喜哦，来，1、2、3，通欢喜，通欢喜。对你通甲心度相记，只愿上帝慈悲怜悯，互我祈求，以阮做志，通欢喜，通欢喜，世主安乐，无通相比。好，咱继续来看367首，367首啊，这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不熟，不太熟。好，那不太熟，我们就唱3节。好，然后我们会慢慢的从367首起，好起367首，不好意思。好，来咯。是阮的主，永远听人，亲像我水长流。你是公平灿烂的主，那早起的日头，世间美有名为我，求你一拍散，心内有安静。
心事，求主予我充满信心，大受我为欢喜。我靠天被所属开了，坚固的关键里，早起的风吹来吹去，试探主来追赶。黄昏强强水冷暗暗，犹原着困梦。日日主心来看耶稣，那美上的款式，求主我信心，我是这为个主生命。OK， 好，咱即马安静咱的心。因为你的慈爱较悬过遮个天，你的诚实达到强冲，你就应该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要爱甲上帝讲，上帝所要赏赐恁出入意外平安，要伫基督耶稣的内面保守恁的心怀意念。请咱来吟诗学录，圣诗211首，圣诗211首，上帝设立安息圣日，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设立安息圣日，因阮属乎天的万物，一日新道恭敬来守，稳定福气充满心事，通欢喜，通欢喜，喜喜通甲新道相去，只管上帝。
是人做你合适，通欢喜，通欢喜，今日当家心多欢喜，只愿上帝尊名的名，予我的歌以阮作证，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相比。阿门。咱要共读新的诫命，请咱齐声斗阵来共读，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着相听，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掀开启应文第5篇。启应文第5篇。我来摕，请大家来应。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因的准前显伫天地天下。上帝伫因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也亲像勉勇的人欢喜走伊的路，踅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照全。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示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因为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济济好金较通羡慕。搁你的路步对遮个受警戒，一嘴话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阻止你的路步，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的主啊！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将一切的尊重、荣耀、懊恼归乎你。感谢你通过圣经清楚教示阮，阮若认捌上帝，就要得到平安、福气，也要临到阮。既然信靠主的，拢是有福气的。听人祈祷的主，你使你所拣选的儿女会通来亲近你。感谢你，予阮遮尔大的福气。感谢稳定的上帝赏赐遮的分野予阮，予阮有平安甲福气。伫新春要来，新年开始的时，求你更新阮正兄弟姊妹的心思意念，予阮存谦卑诚心，伫主你的面前领受圣神的感动，甲基督的教示，也予阮决意伫生活、工作的顶面，
存基督的心做心。阮要致意来听上帝，听阮的家庭的大小，听厝边，听需要的人，时常做主的干净来荣耀你的名。爸上帝，阮恭敬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对头到尾带领，也用你的圣灵来充满阮，拍开阮心灵的耳孔，拍开阮心神的目睭，注意来听，用心来领受，照主你的话来行，愿主你赐福。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圣乐队要用俄罗的器具，带咱大家来俄罗的器具。
咱着专心专意敬奉，专心专意学乐拜上帝。请咱掀开圣经，今仔日要看的圣经有3位：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利未记23章1节到3节，申命记5节到第5章12节。有3位的所在，我斗阵来读，请咱注意来听。着记伫安息日，守以做圣。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着吩咐以色列人，甲因讲，耶和华的节期，恁所着宣布做圣会的以下这个就是我的节期。6日着做工，第7日是大的安息日，着做圣会。恁一切的工拢毋通做，伫恁一切徛起的所在，这是我做耶和华的圣日。着守安息日，掠伊做圣，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命令你的。今天是禾堂礼拜，我用华语再来念一遍，请我们注意来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以下是我的节期，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耶和华的节期。6日要做工，第7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要有圣会。你们任何工作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当守的安息日。当守安息日为圣日，正如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今仔日进度安息日，咱将时间交志美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设立主日礼拜，互阮会当对即个世界的无闲的中间，通得到安息。也恳求主你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借着主你的话语，互阮搁一摆来思考安息对阮是偌尔的重要。阮来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在这里先跟大家拜个早年，祝福大家在今年是什么年？蛇年嘛，哈，好，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呢，灵巧像蛇，寻良像鸽，不错，大家都很棒，好，所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其实从去年年底呢，牧师就对这个2025年好的开始，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怎么说呢？因为2025年的新眼光读经进度是从哪一卷书卷开始的？你看吧，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嘛。再问一次哦，答案其实就在周报后面了哈。新眼光读经进度2025年是从哪一卷书卷开始的？好，有人答对了，好，不错，好，至少有一半的人呢有答对。就是从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利未记开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创世纪读起来其实还蛮有趣的，读到出埃及记的大概前2/3也还行，但是到出埃及记的最后1/3，可能就已经很多人就死在旷野了，好，就是趴在旷野，然后就不要讲到后面的利未记，那是更不会有人特别会想要去看它。读利未记啊，其实有点像在吃白饭加杯崩啊。当然，对于过去比较比如说上一代，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哈，那个比较困难的时代，有战争的时代，但我觉得杯崩能够有个白饭可以吃，就也算不错了。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拿这个时代来讲，如果吃白饭没有搭配一点菜肴，或者我们以前讲说猪油拌饭也很香，对不对？好，或者是鸡油拌饭。如果没有搭配一些其他东西，只有白饭呢，恐怕没有办法吃多少。更何况呢，我们
从利未记读到现在，已经1个月将近过去了。这个连续吃1个月的白饭，有可能吗？不可能，真的很难呐。以前可能或许 OK， 因为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了。但是我们有这么多选择性的现代，要我们连续吃上1个月的白饭，除非你真的是有非常强烈的饥饿感，或许还能勉强硬吞。那如果没有饥饿感，恐怕连看都不想再看白饭一眼。在目前这个资讯丰富、网际网络畅通、无限畅通的时代，我们越来越难察觉到自己的饥饿感，特别是灵里面的饥饿感。我们身体的饥饿感很难，现在真的是整个物质哦，像你问小孩要不要吃糖，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挑哎。以前我们有糖吃就不错了，我们那个时代了哈。可是现在的小孩还要挑，这个糖我爱，这个糖我不爱，那个糖呢看都不看，太多了，因为他们的物质太丰富了。所以呢，那我们的灵呢，我们的心灵呢，因为太多网络资讯这些东西，好像那些东西可以填满我们的心灵，可是往往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空虚。好，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网络上跟大家网络游戏啊，或者是已经睡得很沉、很沉，也不会意识到我的灵里面其实已经非常的饥饿、饥渴了。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不够呢？自己在信仰上的不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意识到呢？除非我们在教会有担任一些职务，除非我们对自己身为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有很高的要求，否则我们很难会发现我们在灵里面的不足。我们也很难发现自己其实早就已经被世界弄得已经偏食，营养失衡，疾病百出。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APP， 不管是灵修的 APP， 或者就是网络有很多帮助我们灵修祷告的 APP。不是说那个不好，那个也不错，但是我们不能偏食。为什么我们要跟着新眼光读经进度不断的走？就是你要怎么样去灵修，你要看什么样的牧师都没有意见，但是呢，至少你要跟着我们教会新眼光读经进度一卷书的去跑，你就不会偏食啊，就不会像刚才利未记好像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脑袋里面这样。利未记对现代追求高效率、重口味的基督徒来说，实在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它毕竟是在圣经里面的第3卷书，你又不能每次都给它略过，心里也会有点不是那么踏实。但是呢，不略过呢，又跟自己过不去。好，因为呢，在利未记里面有非常多的旧约时代的传统，我们会想说，这些旧约时代的祭典传统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呀？既然没关系，那我读利未记要做什么呢？在前2个礼拜，牧师跟着圣歌队一行，我们一起就是退休会，圣歌队的退休会。其中退休会里面有个行程是参观鹿港的一级古迹龙山寺。好，我们一群圣歌队牧师带着一群圣歌队的队员，我们跟着导览员，我们到龙山寺里面一个寺庙里面去参观。这个导览员呢，就带我们这样参观这个寺庙的建筑啊，怎样，他解说的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小细节，我们发现这个寺庙它在它在起造的时候，它在建造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富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不是随便雕刻一些东西上去的，不是我自己爱雕什么就雕什么，不是，都有它的意义在。在那个当下，在导览员在导览这个龙山寺的建筑的当下呢，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我们才读过嘛，出埃及记也才读过，利未记正在读。好，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那些有关于圣殿的建造，那些对于献祭礼仪的要求，一样的就开始浮现在牧师的脑海里面。我就想，哇，以前的会幕，当初他们在旷野，上帝吩咐摩西造会幕，会幕怎么建造？里面的银器、洗涤盆也好，祭坛也好，
各样的什么什么香炉也好，怎么去造的，怎么去雕刻的，就通通都浮现在我的心里。我那时候我扪心自问，为什么人愿意为了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做到如此巨细靡遗的地步？为何当时的人不埋怨说：“哎呀，需要弄到这样子吗？有必要安内吗？有必要像你要搞纲吗？”原来那些看似繁琐无趣，对我们现代人来讲，那些看似繁琐无趣又摸不着边的旧约传统，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出埃及事件当中，他们切实经历了上帝的全能、拯救跟保守。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切实经历了上帝信实的供应，更经历上帝无数次的怜悯跟赦免。因着上帝的爱，这群重获自由、重获新生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愿意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倾尽他们的所能，设立会幕，尽心竭力的制造有关献祭的一切器皿。当然，现在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没有，就是眼睛看不到，就是在历史的变迁当中，他们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可以想象，埃及的金字塔，那也是他们为他们的神明、为他们那个整个建造的，在相对各种工程资源都缺乏的那一个非常远古的年代，人可以为了他的神明做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旧约时代的那一群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的为着上帝做到这样子的地步，他们愿意用敬虔与顺服来回应上帝。上帝的爱其实早就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上帝以他造物主的全能创造了宇宙万物，在前6天每一天的创造他都看为好，在完成了整个创造之后，第6天完成了整个创造之后，他又说甚好，他非常的满意。上帝在6天之内完成了他的创造，在第7天就安息，歇了他一切的功，并且赐福给第7天，这就是安息日的由来。好，所以从这个上帝整个创造，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在上帝的国度里，人们是可以安心的进行所有的活动，并且可以得到适当的休息。在上帝的国度里，人们不会一直被催促的要昼夜不停劳碌的做工，我们不会一直被逼着要不断的进行生产与消费。所以只有在上帝的国度里，人才可以休息，有喘口气的机会，才可以在劳碌之余重新再定位自己的身份，也就是我们都是上帝所造，是他所爱的儿女。因此对那一群之前在埃及饱受工作劳力摧残，从埃及逃到旷野的以色列人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他们能常常意识到，我自己已经不一样了，我现在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我的生活也不再一样了。所以上帝才会在西奈山上颁布10诫。这10诫表面上好像我们一听到诫命一听到这种命令律法，就会觉得哎呀，好受约束哦。但是呢，这个10诫表面上好像是在约束我们，实际上是为了让这群出生在埃及、成长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能彻底摆脱他们过去在埃及所养成的旧习性，重新过一个可以休息、可以安歇、可以信靠上帝的生活。因此其中有一条诫命，就是要纪念安息日，就是今天的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的这段经文。要纪念上帝的创造，纪念上帝的全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但是我们从以色列整个在旷野漂流的过程，我们可以知道，利未记紧接着就是民数记，
就是旷野漂流的过程，非常的精彩。请大家，如果你落掉了利未记，千万不要再错过民数记。好，我们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过程知道，他们无法纪念上帝创造的全能。最终，他们或许一开始有，但是到了后面就吼桃鸟七味。他们无法用感恩的心回应上帝信实的供应与保守，所以他们到一个程度，他们到后来，他们每天依然会为了自己生活所需来担忧，他们无法将安息日分别为圣，导致他们在每一天，他们都没有办法专心信靠。结果呢，这群逃出埃及、亲身经历许多神迹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就逐一凋零，无法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只等到他们的下一代，上帝说：“你们这一代的人失败了，考试不及格，完全不及格，而且连补考很多次给你补考的机会，你还是不及格啊！没办法，或者给你死当，你们就留在旷野吧。只有你们的孩子，让你们的孩子进入迦南地。”所以，当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下一代要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再一次的提醒这群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也就是在申命记第5章12节这边所记的。申命记第5章12节说：“当守安息日为圣日，正如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题目就在圣经里。答案也在圣经里，请问出埃及记20章第8节跟申命记第5章12节有什么不一样？前5个字就可以发现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出埃及记20章第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句话，请。当纪念安息日。好，我们看华语版的好，因为今天课堂有很多小朋友在。好，然后申命记的5章12节呢，第一句，当守安息日为圣。好，有什么不一样？一个记得，一个守。一个是纪念安息日，一个是守安息日。从这一个是在旷野，他们刚进入旷野的时候，出埃及20章刚进入旷野。那另外一个呢，是要第二代要准备离开旷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要这一群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从原本被动的纪念安息日到主动，如今你们要主动的去守安息日。起初在颁布十诫的当时，上帝用心良苦啊！上帝用心良苦，他不只是吩咐你们要纪念安息日，他还借着降6休1的玛纳，他降玛纳嘛，对不对？降6天，然后休息1天，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知道说，这一天你们要纪念安息日喽。好，然后所以你们第6天可以减2天份，好，隔天呢你们就来守，就要来纪念安息日，守它为圣日。上帝这么用心良苦，不断透过各样的方式，让以色列人学习如何纪念安息日，学习放手交托，仰望上帝的供应跟全能。结果，这群在旷野漂流的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失败。如今新一代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了，那么进入迦南地，他们会面临更大的诱惑跟考验。如果还不采取当有的行动，恐怕就只是会羊入虎口，继续还是全军覆没。因此，到了申命记，当他们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就不再只是被动的要来纪念，上帝要求他们要进一步主动采取当有的行动，就是透过守安息日所做的敬拜与献祭，让自己得以从无止境的生产消费的生活形态当中抽离。不要一直在想自己的需要，不要一直在为自己的需要图谋做打算。
要守安息日，要积极的去守安息日，就是标记着自己的与众不同、分别为圣的这个身份。就像我们知道，现在在穆斯林，好，在台湾我们都知道，穆斯林每天他们都有我们讲说敬虔的穆斯林，他们每天都有5次，好，向着麦加朝拜。每次我们看着他们带着，然后呢朝拜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就会知，他们不用说，我们旁边人看就知道，他们是敬虔的穆斯林。那敬虔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平常我们走出去，我们也不会说我们是基督徒，好，我们也不会穿着什么制服，标明了我们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在什么时候才能让世人在众人面前见证我们是敬虔的基督徒？怎么办？就是做礼拜嘛，有这么难回答吗？基督徒敬虔的基督徒就是要做礼拜啊，很简单啊。牧师问的问题不会太难，而且现在有小朋友在，哈，就是做礼拜啊，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标记。好，再更敬虔一点的，就是聚会我都来参加，团契聚会啦，什么什么参与服事啊等等的，这就更进深一步的。但是基本上做礼拜就可以标记我们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身份。好，那在利未记里面所记载各种献祭的条例，还有一些祭司当尽的职责，就是在教导以色列人，你们该如何去守安息日。借着守安息日，借着积极主动的献祭，可以进一步将我们对上帝的信靠给实践出来。我们可以学习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可以学习在人的有限当中放手，因为你再怎么赚那个钱你赚的再多，讲难听一点啦，当我们离开之后，我们什么都带不走嘛，对不对？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我们人是有限的，你没办法拥有我们没办法拥有全世界啦。好，就像黄仁勋他也没办法拥有全世界。好，那因为呢，在我们人的有限当中去放手，我们让圣灵去成就我们所缺乏的那个部分，因为唯有上帝所成就的才是甚好，唯有上帝的成就才是甚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耐心等候，观看上帝的作为。在这个同时，我们也学习放下对世界、对物质、对自我成就的追逐跟执着。如果我们不采取积极的行动来阻断我们自己在这世上的追求，我们任由自己的欲望不断上扬，上帝的创造就会被拿来误用。就像目前的空污、生态危机、土壤酸化、海水升温等等，就是因为我们人类不愿意安息。人不愿意安息，土地就无法安息，使得原本被看为好、甚好的创造遭到严重的破坏。这就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乐，不是尊主为大，所以才会落得这样子的下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结构体里面，我们都难辞其咎。进入新约时代，基督徒不再守安息日了。我们讲说这是旧约时代嘛，我们是守主日，就是主日礼拜的主日，因为耶稣他在第3天复活那一天就是主日。然而耶稣也说，他在马太福音第5章也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是要成全。虽然我们基督徒不再守安息日，因为对旧约时代的那些犹太人来讲，安息日是在礼拜6。好，那耶稣复活那一天是在礼拜天，所以我们现在守主日。好，简单来讲就是好。若知详情，请参加礼拜3的查经祷告会。好，虽然基督徒不再是守安息日，但安息日的精神跟要义，耶稣说我不是来废掉律法的，不是说不用守安息日了所以我们就自由了，我们想干嘛就干嘛，这样不是的。安息日的精神跟要义其实都已经砍入在每一场主日礼拜中，甚至是砍入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与祷告中。在主日礼拜，我们欢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我们同时也欢庆自己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得以摆脱罪的辖制，拥有一个全新复活的生命，同时也是一个被圣灵重新创造的生命。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在利未记23章，我们回到利未记来，今天的经文第2段，利未记23章第3节这边说，6日要做工，第7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要有盛会，你们任何工都不可做。我们要如何理解任何工都不可做呢？就有人曾经有说啊，就说那主日礼拜的时候，有一群圣工侍奉的人员，好，包括牧师，包括司会、司琴、圣歌队、乐团、招待、音控等等，他们还是要做工啊，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他们怎么安息啊？他们怎么享受安息？他们根本没办法安息嘛。那是不是只有坐在台下，什么事都不用做的会众，才能完全享受安息，才能完全不做工呢？是这样的吗？这里所谓任何工都不可做的这个工，是指为了自己谋福利的工，是为自己谋福利的工，是为了满足自己欲望所做的工作。而积极参与主日礼拜，能帮助我们从不断劳碌的世界里面抽离，帮助我们从以人为本转向以神为乐。我们在世上，我们所劳碌的不都是以人为本吗？我们赚钱、工作赚钱，就是要养家活口，让自己可以过得更好的生活，不是吗？好，是啦，大家不用太那个啦，我们也是嘛。好，上帝要我们劳碌，我们吃我们劳碌所得的嘛。好，我们刚才谈到圣歌队退休会去鹿港参观那个龙山寺，从导览员指着龙山寺的雕刻建筑解说当中，其实我们真的发现在庙宇建筑的庙宇的建筑跟雕刻里面，他们都诉说着人类心中很深的期盼，人都很期盼能够被神明守护。那个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个导览员我们有一个桥段，就是他说了什么，然后我们就跟着说乌不，然后圣歌队就说乌，或者是后不，然后呢大家就说后。好，牧师来考一下大家，大家觉得这样子好不好？后不后？乌还是不爱？安尼吼。大家有期盼风调雨顺，有不？有期盼富贵平安，有不？怎么那么心虚？大家都不要平安吗？你们不要平安吗？我再问一次哦，大家期盼富贵平安吗？有不？肯定一点啊。好，大概接下来这个可能大家比较有的有，有的没有啦。要多子多孙多福气，有不？好。爱咱的子子孙孙，要我们的儿女们金榜题名，有无？要步步高升，有无？要福禄增寿，有无？没啊！我们那时候在我们圣歌队在里面，我们也讲得非常的阿们啊！其实我们也非常的阿们，不是吗？这其实跟我们的祷告内容并无二致啊！我们平常在祷告的时候，难道不是这样祷告的吗？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不是也不外乎就是这一些啊？我们祷告的内容也是要平安啊，好，也是要如果有考试的，家里有考试的考生也要金榜题名啊，好，工作的也要步步高升啊，好，有老人家的福禄增寿啊，不好吗？好，那既然如此，上帝的选民跟未信者的差别又在哪里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因为他们内心所求的，我们也求啊；他们内心期盼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内心的期盼啊。那我们在参观那个龙山寺的时候，那导览
导览员所说的一切，我们都非常的阿们，只是我们是用呜哦，没有，我们没有说阿们阿们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都认同，因为那完全符合人性啊。那真的完全符合人性，就是以人为本的观念。那在我们即将迎接新春的这个主日牧师提醒大家，要很谨慎的参与在新春的家庭活动里，特别是如果你的家人、你的家族里面有未信主的家人，你要特别的谨慎。谨慎什么呢？谨慎是我们应该要能同理他们的期盼，我们应该要能理解他们的渴望，我们不要太快划清界限。我们不要太快划清界限，我们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知道骨子里、心里，我们知道，表面上是一样啊，他们求的我们也求，但是好像又有点那么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期盼不是这一些，不是世上的这一些，而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们还没有领受福音，我们还欠了他们的债，所以他们还不能理解。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我们应该是很同理他们的，我们应该也是很能理解他们的，不要太快划清界限。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是以神为本，以神为乐。我们不单为自己活，我们不单为自己求，不单是为了追逐世上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污哦这一些，我们不只是为了这一些，因为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是我们深切知道的。一年的计划就要从好好预备一场献祭开始。在主日礼拜中参与圣工侍奉的同工，其实他们在预备的过程就已经放下了自己谋福利的任何的事物，在他们预备的过程已经阻断了他们在世上追逐的享乐。在他们预备参与圣工侍奉的过程，就已经成全了，他们已经完成了守安息日的这条诫命。因为他们在他们预备的过程当中，他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领受圣灵丰沛的赏赐，以至于他们可以在积极预备献祭的过程，他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调整，常常经历复活的喜悦。那么或许有人说那我们这些其他没有参与任何服事的人我们就是在那边做礼拜的基督徒，那我们的福气在哪里呢？好，牧师来解答一下。好，其中一项答案其他的就让大家自己想。我们没有参与任何圣工侍奉或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当积极的参与在这场礼拜里面。我们可以提前来到礼拜堂，坐在礼拜堂，把今天牧师要讲到的经文，把今天要吟唱的圣诗都看过一遍。或许圣诗的曲调你不是很熟，但是圣诗的歌词大家都看得懂吗？我们圣诗的歌词非常的有深度，非常的有意涵，一节一节的慢慢读圣诗的歌词，经文一节一节的读，然后呢，祷告、默想、预备自己的心做礼拜。这就是积极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献祭的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只有站在这边唱歌的圣歌队是祭司，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司会是祭司，不是只有司献奉献的同工是祭司，不是的。我们所有参与在礼拜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就要拿出一个积极、主动守安息日、守主日的这个态度。我们来礼拜，首先我们不是为了要跟人，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跟人跟信徒能够有好的交流，但是那是在朝见上帝之后，在我们领受恩典之后。因为当我们领受了从上帝而来丰沛的恩典，我们才有那个力量把这样子的恩典
所有的弟兄姐妹分享，不是吗？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去交通了，是凭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流转的那个恩典，那个丰沛的祝福，我们在彼此交通。使徒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愿我们的侍奉都能得着上帝在安息日里所命定的福气。愿我们的服事都能领受耶稣基督在每一场主日礼拜中所赐下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创造这个世界，让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万物都可以得着所需要的供应跟滋润。主，你让我们享受你丰沛的爱，也让我们得以在你所命定的安息中得着喘息、重新恢复的机会。在新的一年，愿我们都能积极的参与在主日礼拜，参与在圣工侍奉，不断经历主复活的大能。我们将感谢、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来吟诗阮的主，永远听人来回应上帝。请咱掀开圣诗367首，圣诗367首，诗阮的主，永远听人。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咱起立。请坐。请咱掀开周报，为几项事来代祷。教会异象成全正信徒，万民该祭司。请咱也为着今仔日讲道的内容，咱记伫心内，愿圣神的大开来，伫新的一年的每一个主日。互咱的性命常常改旧换新，掠上帝最欢喜。第二，请咱也为着咱的肢体兄弟姊妹的身躯，为因的心灵、身体欠慢的来祈祷。请咱提名为卢雪英、陈德明、赖清光、王林正秀、谢丽辉、陈秀荣、柯长美、王淑琪、李碧莲、林依诺。杜娇、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简英志、沈淑慧、陈丽水、王庆如、郭银杰，为因的身躯、心灵来祈祷。请咱为着0121嘉南地东的来祈祷，愿所有受灾的民众伫年节的期间会通得到妥当的安置，心灵得到安慰。咱也为着世界，因为各族、宗教等等的因素所造成的紧张、冲突甲战争，求助人民公义显现。咱也为着今年过年的咱所着磨的逐项事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引带阮，约嘅中间，过会通来到你的面前受安息日。愿通得到安息。上帝，你是阮的天父，是阮所敬敬的，阮所受安息日伫主你来看，是得到荣耀的。特别上帝，啊，恳求你带领阮的每一个伫属你的囝儿，伫年间拢会通得到安稳平安，家庭和乐，愿主你看家庭的大小。感谢你引带，啊，求你带领所有的兄弟姊妹，大家拢过着主你所安慰的日子，啊，主你着你荣耀，能够叫生命安主啊，我要将阮的软弱、限制、求讨。甲欠缺拢交予你，求你互你的能力会通伫软弱的人的身上显现完全。恳求你踮伫阮的内面，也帮助阮踮伫你的内面。阮的恳求你拢听见，愿主应允。当阮也要用你教阮的祈祷文，安尼同齐开声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来看周报，请咱掀开内页。我来报告教会消息。
今年新春的假期已经开始，关主将智慧赐予囡仔伊所欢喜的人，祝福大家伫新的一年灵巧像蛇，驯良如歌。过年要到，我毋知你有准备啥物？昨昏我去菜市啊踅一下，踅差不多1点钟，看看我毋知影要煮啥物，因为足侪物件嘛袂晓煮。啊，你有准备无？你有准备你要煮啥物？我想伫这过年的中间，咱嘛爱保持毋通浪费吼。后来第二，新春期间的聚会，咱公告，今仔日咱是9点半主日礼拜，因为节期期间，所以咱合堂。拜三1月29日大年初一，咱是早上10点做礼拜。拜三初一是10点做礼拜，嘛是合堂。第三，1月27小年夜到2月1号星期六这个假期，周间团契聚会我们暂停。第四，2月2日上午9点半主日礼拜，也是因为新春期间，我们也做合堂礼拜。第三，2025年的爱餐认献还没有缴纳的那个兄弟姐妹，我们直接交给干事。第四，2月16号礼拜后，我们将举行定期会员合会，请本堂级的会员预留时间，关心参与。为响应环保，合会当天依惯例会上传，就是我们的资料会上传到各团区的群组。如果你需要纸本合会手册的弟兄姐妹，请我们在2月1号以前在1楼登记。需要纸本合会手册的弟兄姐妹，请我们在2月1号以前在1楼登记。奉献明细呢，请我们自己来看，如果有错误的，请跟出纳或会计或干事来反映。以上报告。请咱来吟上吟507首，上吟507首，吟诗煞要领受祝福。特别上帝无限的疼痛，信天的扶持甲保守，甲民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未倒必回。